今天很高兴能够再一次在礼拜天跟大家相遇，然后在这里一起敬拜赞美。那我们先跟大家讲一下，我们前面2首歌是用跳舞的方式来赞美，好不好？会长老？好。Yes。OK， 我们邀请大家一起站起来，一起拍手。 在这里，在这里。
来做赞美的祷告，赞美感谢的祷告。我们开口同声来，专注持续我们赞美。谢谢你，因着你的爱，使我们每个人连接在这里，相聚在这里。主你的圣灵此时此刻围绕在我们每个人的身旁，我们在这里赞美你，敬拜你。主啊，愿我们每个人的心都能够摆上来给你。
开口同声来祷告。我就把自己现在此时此刻摆上，交托在主的面前。亲爱的父神，你是那统管万有，你是那有医治、怜悯、坐在宝座上圣洁的主。因你为我们舍了生命，你的宝血拯救了我们每个人。你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这时候合一的在这里，一起同心敬拜赞美。主要这是何等的美好！主要此时此刻，也求你圣灵充满浇灌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身上，让我们每个人的灵能够安息在你的面前，能够将每个人的心摆上。也求你垂听我们每个人弟兄姐妹的祷告。主啊，主耶稣，求你与我们同行，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每个人单单的仰望你，渴慕你，亲近你，更加等等牧师所要传达的话语，深深刻刻、丰丰富富的降临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弟兄姐妹的身上，成为我们人生道路上面最好的帮助。你的话语是我们的力量，我们将一切都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